靈堂裏的空氣是凝滯的，帶着白菊與檀香混雜的，令人窒息的甜腥味。謝賢的遺照高懸，照片裏的他戴着標誌性的墨鏡，嘴角含着一抹若有若無的笑，仿佛仍在俯瞰着這場因他而起的人間鬧劇。Lucas 站在角落，黑色的西裝襯得他臉色蒼白，那雙遺傳自父親的銳利眼睛，此刻卻像兩潭結了冰的湖水。他看着祖母狄波拉哭得幾乎昏厥，看着姑姑謝婷婷在一旁攙扶，看着那些前來弔唁的政商名流一一鞠躬，每個人臉上都戴着恰到好處的悲傷面具。但當那個女人王妃穿着素淨的黑色套裝，低調地走進靈堂時，空氣裏的某種平衡被瞬間打破了。她沒有哭，只是靜靜地對着遺照三鞠躬，那姿態像一株在風中不動聲色的竹。Lucas 的指尖合進了掌心，他想起爺爺生前最後那段日子，插滿管子躺在病床上，王妃來探望時，總是坐在床邊念金剛經給爺爺聽。那時他以為他是真心關懷，直到他在爺爺的保險櫃裏發現那份經過公證的遺囑補充條款，爺爺將名下位於淺水灣的獨立屋、溫哥華的葡萄園以及謝氏家族信託基金的30%收益權，悉數留給了王妃。理由寫得冠冕堂皇，感謝王妃女士多年來對犬子謝霆鋒及孫兒 Lucas 的照料，並於本人病榻前盡心重經祈福，特此饋贈。此刻，王妃正準備轉身離開，她的目光不經意地掃過 Lucas， 那眼神平靜得沒有一絲波瀾，就像在看一件與己無關的家具。Lucas 覺得胸腔裏那團火終於燒穿了喉嚨，他跨出一步，聲音不大，卻在肅穆的靈堂裏像投入死水的巨石，激起了千層浪。你求神拜佛是為了遺產吧？全場譁然，狄波拉猛地抬頭，淚痕還掛在臉上，眼神裏是驚恐與不敢置信。謝婷婷倒抽一口涼氣，下意識地挾住了哥哥謝霆鋒的衣袖，而謝霆鋒那個始終站在遺照旁，像一尊雕塑般沉默的男人，終於動了。他摘下墨鏡，眼眶是紅的，但裏頭沒有淚，只有一種近乎殘酷的清明。他看着 Lucas， 又看着王妃，然後做了一個讓所有人再度陷入死寂的決定。他走到司儀台前，拿起麥克風，聲音細啞卻字字清晰。我謝霆鋒在此宣布，即刻終止 Lucas 作為謝氏家族信託基金第一順位繼承人的資格。他名下所有由我贈予的物業及股份，將全數轉入謝氏家族公益基金會，用於資助粵劇文化傳承與長者安寧服務。靈堂裏的空氣像是被抽空了，只剩謝賢的照片依舊掛在那裏，嘴角那抹笑，此刻看來竟像一種早已洞悉一切的嘲諷。時間倒回3個月前，那時的謝賢還能在輪椅上跟 Lucas 下象棋，雖然右手已經不太聽使喚，但罵起人來依舊中氣十足。Lucas 記得那天午後，陽光透過落地窗灑在棋盤上，爺爺突然推開棋子，用那隻顫抖的手抓住他的手腕，力度大得不像一個病人。細路，你知唔知我點解要將啲嘢留俾亞飛？謝賢摘下氧氣罩，喘着氣說：因為你老豆欠佢嘅唔係錢，係青春。佢為咗你媽咪同你，耽誤咗亞飛成10年，呢10年亞飛冇嫁人，就咁等佢。我等過，我知嗰種滋味。Lucas 當時不懂，他只覺得爺爺老糊塗了。王妃那樣的女人，要什麼男人沒有？何必等一個有婦之夫？更何況後來謝霆鋒離婚了，兩人復合，看似圓滿，但 Lucas 心裏始終有倒刺。他母親張柏芝那些年獨自帶着2個弟弟在加拿大生活的畫面，像舊電影膠片一樣在他腦海裏反覆播放。他記得母親在雪夜裏開車送他去冰球訓練，記得母親因為英文不好而被其他家長排擠時強撐的笑臉，記得母親在電話裏對謝霆鋒說：你放心，孩子們很好時，聲音裏那絲幾乎聽不出來的顫抖。所以當他得知王妃即將分走爺爺的遺產時，那種被背叛的感覺像毒藤一樣纏住了他的心臟。他開始暗中調查，請了私家律師翻查家族信託的歷史文件，甚至偷偷複印了爺爺病歷上的護理記錄，試圖找到王妃不當影響老人的證據。但所有的文件都乾淨得無懈可擊，
爺爺是在精神鑑定完全合格的情況下簽署的補充條款，甚至還有律師錄影為證。錄影裏的謝賢雖然瘦削，但眼神清亮。他對着鏡頭說：我謝賢一生風流，對唔住嘅人好多，但最對唔住嘅係阿飛。呢啲嘢係我自願俾佢嘅，邊個都唔准質疑。Lucas 把那卷錄影帶看了17遍，每看一遍，心裏的恨意就深一層。他恨的不是王菲，而是爺爺這種近乎施捨的補償，更恨父親謝霆鋒在這件事上始終保持沉默的態度。謝霆鋒的沉默是有原因的。作為兒子，他比誰都清楚父親謝賢與王菲之間那段隱晦的淵源。90年代末，謝賢投資失敗，欠下巨債，是王菲二話不說借了5000萬給他周轉，沒有借條，沒有利息，甚至沒有還款期限。後來謝賢東山再起，要連本帶利還錢時，王菲只淡淡說了一句：當我買個心安，你身體健康就好。這份恩情，謝賢記了一輩子。但謝霆鋒更清楚的是，父親之所以將遺產留給王菲，還有一個更難以啟齒的原因。謝賢晚年最痛愛的孫子其實不是 Lucas， 而是 Lucas 的弟弟 Quintus， 因為 Quintus 性格溫和，像極了年輕時的謝賢。但謝賢不敢把遺產直接留給 Quintus， 怕引起家族內鬥，於是繞了個彎，透過饋贈王菲來間接保障 Quintus 未來的生活。因為王菲曾私下對謝賢承諾，若他獲得這筆資產，會將其信託給 Quintus 的教育與創業基金。這些盤根錯節的家族秘密，謝霆鋒全都知曉，但他選擇不說，因為他了解 Lucas 的個性。這個兒子遺傳了他的倔強，卻沒有遺傳他的隱忍。Lucas 像一把剛開刃的刀，鋒利卻不懂收斂。若讓他知道爺爺偏愛弟弟，恐怕會鬧出更大的風波。所以謝霆鋒寧可讓 Lucas 誤會王菲，也不願揭開那層更殘酷的親情真相。他以為時間會沖淡一切，等到 Lucas 再成熟些，自然能理解長輩的苦心。但他沒料到 Lucas 會在父親的靈堂上，用那樣一句話將所有人的體面撕得粉碎。那一刻，謝霆鋒看着兒子因憤怒而扭曲的臉，突然覺得這張臉好陌生，陌生到他幾乎認不出這是那個小時候趴在他肚皮上睡覺，會用軟糯的童音喊爹地的孩子。他意識到自己失敗了，不是作為兒子，而是作為父親。他給了 Lucas 最好的物質生活，卻忘了教會他什麼是寬恕，什麼是家族的分寸。於是他做了那個狠心的決定，表面上是處罰 Lucas 的出言不遜，實則是要用最痛的方式讓兒子明白一個道理：有些話說出口就收不回來，有些責任必須用失去來換取覺醒。靈堂事件後的第二天，各大媒體的頭條全是謝霆鋒怒斬親子繼承權， Lucas 一句話痛失100億身家。網路上的輿論分成兩派，一派罵 Lucas 不孝，一派罵謝霆鋒冷血。還有人挖出王菲過往的情史，說他是黑夫命，黑完竇維克里亞彭，現在又來黑謝家。王菲的經紀人第一時間發了聲明，說王菲從未主動要求謝賢的任何饋贈，甚至數次婉拒，但謝賢執意為之，基於對長輩的尊重，他才接受。但聲明在洶湧的民意面前像一張被揉爛的紙，沒人在意真相，大家只關心豪門恩怨的新番。而 Lucas 在事件爆發後的第3天，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，他沒有去找父親理論，也沒有召開記者會喊冤，而是買了一張飛往溫哥華的單程機票，帶着母親張柏芝和2個弟弟，徹底離開了香港這片是非之地。在機場，他被狗仔隊包圍，鎂光燈閃得他幾乎睜不開眼，他只說了3句話：我唔後悔講嗰句嘢，但我後悔喺爺爺嘅靈堂前講啲錢，我本來就唔恨要，我淨係恨佢哋當我係細路仔，乜都唔話我知。由今日開始，我會靠自己養起成頭家。說完，他便攬着母親的肩膀走進入境閘口，背影挺直得像一株終於掙脫了花盤束縛的樹。張柏芝全程沒有說話，但他上飛機後，在 Lucas 的手心裏寫了2個字：差你。那2個字的溫度，讓 Lucas 在萬米高空中第一次無聲地哭了出來。
溫哥華的日子遠比 Lucas 想象的艱難。他賣掉了母親名下唯一一間由謝霆鋒贈予的公寓，將錢分成3份，一份作為弟弟們的學費，一份在列治文開了一間小小的港式茶餐廳，還有一份存成了定期，說什麼都不肯動用。茶餐廳的生意起初並不順利， Lucas 從未下過廚，第一次炒星洲炒米時把廚房燒出了濃煙，被越南籍的廚師大罵廢柴。他沒有還嘴，只是默默買了10本食譜，每天打烊後對着爐頭練習到凌晨3點。3個月後，他炒的豉椒排骨竟然讓挑剔的香港移民老伯豎起了大拇指，說有反啲阿爺嗰代嘅鑊氣。張柏芝偶爾會來店裏幫忙收銀，他的英文這些年進步了很多，能用流利的英語跟洋人顧客介紹叉燒包的由來。有一次，一個白人女孩指着牆上謝賢的舊劇照問：這是誰？ Lucas 擰了一下，然後笑着說：我爺爺，一個很棒的演員。那一刻他發現，當他不再把謝賢的孫子當成枷鎖時，那2個字反而變得輕盈了。他開始每周寫一封信給爺爺，雖然地址已經改成了靈骨塔，他還是寫茶餐廳的營業額，寫弟弟 Quintus 在學校話劇裏演了羅密歐，比他當年演耶穌還搞笑，寫母親終於答應了一個溫哥華本地華裔醫生的約會。他把這些信裝進鐵盒裏，埋在茶餐廳後院的楓樹下，像埋下了一顆顆時間的膠囊。他沒有再聯絡謝霆鋒，父親也沒有主動找他，父子之間的沉默像一道被刻意忽視的傷口，不碰就不痛，但永遠在那裏。直到半年後的一個雨夜， Lucas 在清理冰箱時，發現了一封被塞在保鮮層底部的信，信封上是謝霆鋒那歪歪扭扭的字跡，他寫字一向難看，像小學生。信沒有郵戳，顯然是有人專程送來的。Lucas 拆開信，裏面只有一張照片和一行字。照片是他5歲時騎在謝霆鋒脖子上看維多利亞港煙花的背影，2個人的剪影在絢爛的火光中模糊成一片溫暖的黑。那行字寫的是：我從來唔覺得你係細路仔，我只係唔識點樣做一個好老豆。Lucas 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雨聲打在茶餐廳的鐵皮屋頂上，像密集的鼓點。他突然想起爺爺臨終前幾天握着他的手說的最後一句話：細路，你第日就會明，人呢，最難嘅唔係攞到啲乜，而係放得低啲乜。謝霆鋒在做那個決定的當晚，一個人開車上了飛鵝山。他把車停在觀景台，看着腳下萬家燈火的香港，像一塊破碎的寶石鑲嵌在黑暗裏。他想起父親謝賢年輕時曾對他說：我哋謝家嘅男人個個都係硬頸，但硬頸唔代表硬心腸。你要記住，對自己人有時要遠啲。那時他不懂，覺得父親一輩子風流不羈，哪有資格教他做人。現在他懂了，父親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保護所有人，保護王妃的尊嚴，保護 Quintus 的未來，甚至保護 Lucas 那顆過於敏感的心。只是父親的方法太迂迴，迂迴到像一出粵語殘片，劇情曲折卻無人喝彩。謝霆鋒在車裏坐到了天亮，手機裏有37個未接來電，全是媒體和律師的，他一個都沒回。他只傳了一條訊息給王菲：對唔住。王菲回得很快：冇事，我慣咗。那3個字讓謝霆鋒心臟像被針扎了一下，他想起王菲這些年為他背負的罵名，從第三者到拜金女，他從未辯解過一句。他就像一塊海綿，默默吸收所有惡意，然後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把水擰乾。他下定決心要處理好這件事，不僅是為了家族，更是為了還王菲一個清白。他委託了獨立的會計師事務所，將謝賢遺囑補充條款的來龍去脈整理成一份完整的報告，並在家族律師的見證下召開了一場不對外公開的家族會議。會議上，他播放了謝賢那卷錄影帶的完整版，裡面除了謝賢的自白，還有一段從未曝光過的畫面。謝賢拉着王菲的手，用那口帶着上海腔的粵語說：阿菲，我呢世人最該傲嘅，唔係我拍過幾多戲，而係我個仔揾到你。
你救咗佢，救咗我呢頭家。呢啲嘢你受之無愧。狄波拉看完錄影帶後哭了，她哭的不是遺產，而是自己嫁入這家30年，竟不知道丈夫心裏藏了這麼深的愧疚。謝婷婷則沉默地走到王菲面前，給了她一個擁抱。只有 Lucas 不在場，他遠在溫哥華，對這場遲來的真相揭露一無所知。但謝霆鋒知道真相必須讓 Lucas 知道，只是不能透過冷冰冰的文件，而要用一種他能接受的方式。於是他在一個清晨，帶着那份會計報告和王菲親筆寫的一封信，飛去了溫哥華。他沒有直接去茶餐廳，而是遠遠地坐在對街的咖啡店裏，看着 Lucas 在廚房裏忙碌的身影。那個曾經連襪子都要傭人幫他穿的少爺，如今能單手端3盤炒麵，手臂上還多了幾道燙傷的疤痕。謝霆鋒把報告和信裝進信封，託了茶餐廳的送貨員轉交，然後轉身回了機場。他沒有勇氣當面見兒子，因為他怕自己一開口就會把那句對唔住說得太廉價。王菲的親筆信寫得很短，卻像一把細膩的刻刀，在 Lucas 的心板上畫出了新的紋路。他沒有解釋遺產的事，只寫了他們初次見面的場景。那時 Lucas 才2歲，謝霆鋒抱着他來錄音室探班。Lucas 把他的麥克風當成棒棒糖啃，口水糊了整個防噴罩。他寫：你爺爺後來笑說，那支麥克風是你替我開的光。從此我唱佛經都特別靈驗。信的結尾，他寫了一句《金剛經》裏的經文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Lucas 把信折好，放進楓樹下的鐵盒裏，與那些寫給爺爺的信放在一起。他突然明白，王菲從來不在乎那些錢，他在乎的是謝賢對他的那份懂得。一個浪子到了暮年，終於懂得感激一個女人不求回報的付出，這種懂得比任何遺產都珍貴。而他自己呢？他執着於遺產的歸屬，執着於父親的偏愛，執着於家族的公平，其實都是執着於相。他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分配，卻看不見背後的因果與情義。那天晚上，他撥通了那個半年未曾撥出的號碼，電話響了2聲就接了，對面是謝霆鋒略帶沙啞的聲音：喂。Lucas 深吸一口氣，說：老豆，我想同你講，我喺溫哥華學識炒乾炒牛河，但仲未學識點樣原諒我自己。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，然後傳來一聲很輕的，幾乎被電流聲吞沒的笑：我教你啊，我對呢樣嘢都算有啲經驗。父子倆在電話裏聊了1個多小時，沒有聊遺產，沒有聊王菲，只聊了茶餐廳的菜單和謝霆鋒最近在研究的分子料理叉燒。掛電話前，謝霆鋒突然說：阿爺嗰間淺水灣大屋，我冇捐出去，我留咗俾你，唔係做遺產，係做你第日結婚嘅禮物。你中意點搞就點搞，就算你攞嚟做劏房，我都冇所謂。Lucas 笑了，笑着笑着眼淚就掉了下來。他終於明白爺爺那句放得低啲乜的真正意思，放得下對遺產的執念，放得下對父親的怨懟，甚至放得下對自己的苛責。當你真正放下了，你才會發現，你擁有的從來不比別人少。1年後，謝賢的忌日，Lucas 帶着母親和弟弟們回到香港。他沒有去靈骨塔，而是直接去了淺水灣那間大屋。屋子被重新裝修過，牆上掛滿了謝賢不同時期的劇照，從黑白粵語長片到彩色時裝劇，像一面時光的瀑布。客廳裏擺了一張新的象棋桌，桌角刻着一行小字：爺爺，今日我讓你單車。那天下午，謝霆鋒來了，王菲也來了，還有狄波拉和謝婷婷，一家人圍着象棋桌吃 Lucas 親手炒的乾炒牛河。狄波拉嫌太油，謝婷婷說不夠鹹，王菲默默加了2隻辣椒醬，謝霆鋒則把整盤吃得乾乾淨淨，然後抬起頭對 Lucas 說：有冇諗過返香港開分店？ Lucas 正在跟 Quintus 爭最後一塊叉燒，頭也不抬地說：睇下邊個做拍檔先。謝霆鋒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支票，金額是空白，簽名欄已經簽好了他的名字，你自己填，當我投資。Lucas 接過支票，
看了一眼，然後當着所有人的面把它撕成了兩半，一半塞回謝霆鋒手裏，一半放進自己口袋。我淨係要你個人，唔要你啲錢。全場靜了一秒，然後王菲第一個笑了出來，那是 Lucas 第一次見到她笑得那麼大聲，像個20歲的少女。謝賢的照片掛在象棋桌後方的牆上，墨鏡底下的嘴角，這一次似乎真的在笑。Lucas 抬頭望向那張照片，心裏默默說了一句：阿爺，我終於明啦，求神拜佛，求嘅唔係錢，係心安。窗外維多利亞港的夕陽正好，把整個客廳染成了溫暖的橘紅色，像一鍋剛剛煮好的熱氣騰騰的黯然銷魂飯。